伫咧电视剧《八尺门的辩护人》内底呢，这司法通译的角色变甲真重要，互双方地步共款语言之间会当顺利沟通。其实外国人口伫咧台湾已经超过100万人咯，因也会碰到这劳资争议、医疗服务等等的问题，这拢需要通译来甲因协助。今仔日立法院就召开公听会，调集专家和各部门来探讨这通译制度和培训。伫咧电视剧《八尺门的辩护人》内底，司法通译的角色非常重要，互双方伫无共语言之间会当顺利沟通。根据劳动部的统计，新住民移工等的外国人口伫台湾已经超过100万人。因嘛会拄到司法案件、劳资争议、医疗服务等等的议题，这拢需要统一的协助。但是目前培训、认证等等，拢是由政府部门也是地方家己办理，无统一的制度。兵团指出，安尼地区统一的专业度无一致，建议政府要建立统一的认证制度。应该有这个认证的办法啊，有这个认证的办法，让他们可以有好的专业的能力跟这个证书。然后还有一个退场机制的问题，必须要让这个塑形不良的或者是专业度不足的，有曾经被投诉过的这个通译啊，或者是翻译，有被退场的机制。要统整，倒是可以把这个通译的培训或是机制，可以设想为一个是共同公用的，一个是各部门各部会有各部会专门的。为着要保障新住民的权益，立法院和专家学者甲侪侪政府部门伫拜一召开公听会，兵团针对统一的培训甲认证制度提出侪建议，嘛认为应该要成立专门的单位来负责。尤其是内政部、警政署跟移民署在做这个，它本身就是司法警察跟准司法警察，这怎么可以去培训司法通译呢？麻烦啊，还是专业的，还是交给专家去做了。公听会当中，包括法务部、经政署等单位，拢表示愿意支持建立统一的统译制度。针对建立专用词资料库这部分，移民署指出，行政院有指示内政部在做，有甲专业的数据领出来，要建立统一的资料库，互相语翻译会当愈顺利。嘛有甲无共专业的费用分出差别，希望制度会当一步一步改进。记者卢尚如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